Catholic 是天主教的 ，Catholic Church 叫天主教堂 ，Catholic Bible Offline Audio and Daily Reading 天主教的圣经离线版本，离线可以阅读的哦，有生书，还有每天的阅读。英文字诶。天主教音频圣经离线天主教公共领域版本，你看倒数第二行，UC，天主教音频圣经，天主教圣经，你看有声书，可以学英语的嘞。你看它显示的就是英文了，可以学英文的嘞。你看空间不够了，叫我们要处理了。哦，那占用5.16G，那占用5.16G 最多了。那这样子，这个空间不够，要按上面那个绿色字串，然后连接字串下去看那个快取资料，清除快取资料哦，快取资料多达1.62G 了，这个真的很会累积东西耶。快取资料就是去上网还是工作，应该是跟上网有关系的，抓取的东西的，这么会抓，你看快取资料这么多，按下去清除哦，有没有看到？会清除了，确定了，注意看哦，等一下那个数字会变哦，最上面那个可用230.38 MB 就会变了哦。还要等它，你看处理也是不是很快了？等它，我在计算中。哦，已经变了哦，你看看到储存空间已经变那么多了，快取资料已经变成58.25 MB 了。清除快取资料，不是说除完了，怎么一下子又58.25 MB 了？真是奇怪耶。快取资料有没有看到？快取资料哦，